News 今日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鬼鬼吴英杰。很多明星都会出写真集，然后我觉得以后过了10年、20年都是自己看到，都是给自己，因为我觉得当明星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有保留一些自己的作品。然后除了跟大家分享之外，还可以自己保留。其实这本书啊，从你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些封面，然后里面的东西都是，我有全部参与，就是讨论，然后想要做什么样子，然后照片的形式、风格，全部都是从我的意见，就是全部我是从这个书应该算是我从头参与的一本写真书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所以我很想要有一个哥哥跟一个妹妹，所以我在里面就扮演了哥哥跟妹妹。对，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除了哥哥跟妹妹，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。这个其实是一个，就是其实我是一边是没有妆的，一边是浓妆的，是大浓妆的。这个我想让别人就是表达，觉得让别人觉得说，其实你们平常没有看到的我是这个样子，虽然可能需要一些浓妆艳抹的自己，但是回归到最原本的，其实我就是长这个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，这就是我原本的鬼的原生，因为他没有嘴巴，一开始我也不会说话，但一开始我也不会使用我的手，就是这是很像一个小婴儿一个开始。所以我其实有就是小巧的细心是，我里面其实照片里面常常会出现一下小鬼鬼，就里面的插画也都是我画的，然后你看它会出现在这，我的文字造诣没有这么的好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话让人家觉得说，哦，就比如说里面写了一句说，人可以后悔，但是不可以忘了往前看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人都是一直在做后悔的事情，因为你有后悔才会往前看嘛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里面有些话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带给就是看你的人可能一些省思或是什么，但是这是我还有一个最简单的话，就是笑一笑就过了。对，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不用看那么复杂，其实很多事真的就是你现在想，其实你发脾气没用啊，因为你发脾气他还是一样这么做啊。那你不如把很多事情好当下生气好，1秒2秒，你要告诉自己说好1、2、3，笑一下就过了。